我拉出来的那一瞬间，然后是 George 这样看，然后说，It's a boy。宝跟二宝差别在哪里？哦，二宝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比一宝大很多，然后他吸的也很会吸，所以我现在奶很多，然后他也是长得还蛮快，他现在已经穿3到6个月的衣服。那你跟给老公喝吗？老公喝过了。真的。一个呢？一个没有喝，但是他其实是蛮好奇的，所以如果他真的想喝的话，我会给他喝。就一个人喂3个。哦，这样太累了，点心而已，想要那么多吗？我那样，因为我没有挤出来，如果都是亲喂，那我觉得我应该有差不多1000 cc 左右。哦，1000啊！1000其实真的很多哎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瘦的快，其实也是因为我亲喂，它其实一直把我吸。它可以边喝，然后我边想吃东西边饿。亲喂大概要喂多久？到我有奶为止，我跟一个人是差不多8、9个月，对，所以这个也是差不多吧。塞住的状态不舒服。这几天刚刚好有一点点塞奶，前天嘛，就我差不多1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一点点小的塞奶，然后我就马上他很可怜，他还在睡觉，我就马上把他叫起来，就赶快吸，碰一下。对，因为他吸的真的是比较有力。那现在瘦多少？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在量体重，但是我的肚子差不多可以穿回来了，只是肚子没办法，肚子我应该还要再一阵子。小孩子为什么要叫Dylan？哦，Dylan 的意思是来自于海 of the sea，然后Egan的名字是小火 Little Fire， 所以我们就想要有一点火跟水，然后他刚好又是很爱玩水的，就因为我怀孕他的时候我一直在玩水，然后他也是从水中生出来的，所以就是刚刚好，我们也喜欢这个名字，然后刚好有他的意思。一个现在会照顾弟弟，对，一个非常的疼弟弟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哥哥。我们本来担心他会很吃醋，但是他都会过来，然后就说 He's so cute， 说这种话，真的很可爱。那你说吃醋，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只关注 Dylan 的话，他一定会吃醋，但是我们很少，我们都一定会有一个人跟 Dylan 玩，一个人跟Egan玩，我们会想办法让Egan 觉得弟弟不是因为弟弟出现，然后我们就完全忘记他的存在。有第3胎的计划吗？这个妹妹，没有，你还没跟那个妹妹。你在跟谁？哦，你知道我回去看那个画面，因为我拉出来的那一瞬间，然后是 George 这样看，然后说 It's a boy。然后我的表情，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表情，反正那时候我是很痛苦。然后一拉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 It's a boy， 我的脸是那种。就因为我真的以为是女生，然后真的很期待是女生，所以一拉出来是那种，我这样子差不多2分钟，就是你确定吗？